米芝蓮推薦1500大甸午餐，神級極厚豬扒。今次你介紹呢間位於 Tokyo Midtown 上3樓，都幾多人下。4連米芝蓮，3款午餐各1500，環境舒服有高級感。跟餐有沙律或者湯，2個都要就加300yen。個沙律唔簡單，勁大碟仲有肉，個麵包勁脆熱辣辣，同埋個湯一齊食，完美啊！個廚師勁認真咁擺盤。咁我哋今日嘅主角登場，就咁睇個賣相已經十分不得了，招牌極厚豬扒，超軟熟，點啲芥末汁。試試先，呢個癲到冇朋友，肉厚多汁，日本小姐姐試食，睇佢個樣就知咩事。佢問我哋下次幾時會再嚟。橄欖醬雞扒，煎到塊皮勁脆，一樣都係極厚。呢個有驚喜，唔係招牌菜，但一樣大癲，都唔使講啲咩物超所值，胡米一滴都唔好嘥啊！真心大癲 ，Gendes 2個人加埋都係3600yen，非常適合情侶或者聚會。午餐賣完就冇，記得早啲去。我哋呢度都癲，下次再見。